飞翔。是这样子。问我什么状况吗？对啊。就是因为一开始以为就是感觉有机会啊，然后就是去试看看，可是因为我有听到咚一声，但是我下来的时候看到球在我手套里面，我就下意识把球举起来，但我知道应该是全垒打，因为我有听到咚一声，只是有机会骗一个出局数是一个出局数。所以你偷笑是因为你知道他是全垒打。我偷笑是因为我举起来，然后一垒审比出局，有骗到的，就觉得哦，真的骗到了这样。对。他无心要骗的，所以你当下其实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接到那球嘛，就是他是，就是我上去下来，就是我有听到咚声，然后下来球怎么在我手套里面，面对奇怪了，对啊，自己也惊呆了。对。你那个举起来的那个表情是要怎么解读？一言难尽的表情。在我手套里面。看怎么办？想要帮助球队这样。对啊，就如果他们没有看，就出局了。就是真的有骗到裁判这样。后来跟队友在旁边是在聊什么？我就跟他们说是全垒打。你就很老实告诉他们。他们一直跟我击掌，我说不要击掌。我说我没有接到。所以队友有觉得可能是真的是被，因为他们说里面没有听到咚一声。对，所以他们都觉得我有接到。球怎么？Hello， 各位所有的10号队友，大家好！今天很高兴可以跟大家成为队友，谢谢。今天我们也是我们的10号队友，永远都是我们的10号队友。好的，那我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你们来到我们的球员场啊。那么当然我们都知道，练习曾经在2014年的时候，我发布了美国职棒大都会队开过球，然后在7年之后6、7年之后，再一次到棒球场要为球队来开球，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？我觉得在台湾开球比较有家的感觉，有家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真的很荣幸，也非常的感动，也希望就用自己的行动来支持棒球运动。太棒了，支持棒球运动，当然不管是什么样的运动，我们都一定要大力的来支持它。那么当然我们。好，我们今天的球迷都准备好了吗？好，现在我们一起向前举起来，倒数3、2、1，进篮球！开球的心情很紧张，我觉得比自己比赛初赛来的紧张啊。那也，当然比起之前在美国的经验来讲的话，我觉得轻松许多，因为感觉就是在自己的家里面开球这样子，所以整个氛围啊还是怎样，我就觉得很温暖的感觉啦。那时候在美国是为了台湾这开球的时候，当然就是。代表意义不同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在自己的主场、自己的家里面开球，我觉得那种心情上虽然紧张，但是我觉得很温馨。然后我也觉得，用自己的行动来支持棒球这样运动。公平呢？我在看棒球吗？我偶尔会看一下比数啊，然后当然美国那边也会稍微follow一下这样子，对。所以看你跟三毛教练蛮熟的感觉。因为我们以前在奥运会的时候有碰到面啊，因为我之前的最早期的那个理疗师跟防护员也是从棒球就是出来的，所以就是跟棒球员的一些状态还是什么，我们都会聊到，所以就会稍微比较知道一些。那因为毕竟是同梯的，只是说现在。那个林怡姐现在当教练，所以就变得对啊。当然我是觉得说也是很棒的一个交流。然后我觉得
也其实新秀也都是知道一些这样子，对啊，所以就觉得还不错，还不错的一个感觉，对。接下来你有